Hello，歡迎返嚟聽書有賞，我係 Miss 書。今日要講嘅書係《高效人生工作法圖解》，作者大橋悅夫，一本專門教你點樣工作同人生入面用最少嘅時間做最多重要嘅事情嘅書。點解有啲人日日 OT 都搞唔掂啲嘢，而有啲人準時放工，仲有時間學習？點解你做咗好多嘢，但老細好似唔欣賞？有冇方法令自己做得更快、更專注，又唔會 burn out？核心嘅概念，高效工作唔係忙，而係集中精力做重要嘅事。80-20% 法則，集中精力做最值錢嘅事，20% 嘅工作帶嚟80% 嘅成果。例子一，開會1小時 vs 10分鐘搞掂。你有冇試過一個冇重點嘅會議，開足1個鐘都決定唔到重點？但如果會前準備好資料，10分鐘就可以拍板。解決方法80-20法則，唔係所有工作都重要，揾出對成果影響最大嘅20%，集中火力。舊工作方式，今日要處理100件事，全部都要搞掂。高效方式，揾出最關鍵嗰3件事先搞掂佢。關鍵係做少啲，但做啲最值錢嘅嘢。工作分4類，唔好再亂排 roster。時間管理唔係排 schedule，而係要識得分輕重。例子2，你有冇試過一日做到天昏地暗，但回望一睇，好似乜都冇完成？作者用重要 vs 緊急2個維度將工作分為4類。第一，重要加緊急係救火嘅工作。第二，重要唔緊急係屬於長遠發展。第三，唔重要加唔緊急係雜務。第四，唔重要加唔緊急係無謂嘅消耗。解決方法，重點放喺啲重要但唔緊急嘅事，例如學習新技能、規劃未來，而唔係成日等到火燒眼眉先處理。舊方式，日日開 OT 救火，結果係冇時間提升自己。高效方式，優先做長遠重要嘅事，減少不必要嘅雜務。關鍵專注長遠價值，唔好俾啲雜務佔據晒你啲時間。第三，時間盒子法，設定時限，強迫自己更專注。時間越多，做嘢越慢。例子3，為咗一封 email 寫半個鐘，仲未寫完。當你冇 deadline，你就會無限拖延。所以作者建議用時間盒子法，設定時間限制，例如 email 5分鐘搞掂，逼自己專注。舊方式，今日要寫份報告，拖拖拉拉3個鐘先做咗一半。高效方式，報告90分鐘內完成，開始計時。關鍵時間有限，等於專注度高。俾一個自己合理嘅限制，你會做得更快。Miss 書總結，想高效就要識得取捨，用80-20法則，揾出最重要20% 嘅事。第二，分清緊急 vs 重要，唔好俾瑣碎雜務搶走時間。第三，用時間盒子法，俾自己時間限制，提升專注度。最後一句，高效等於唔係做得多，而係做最值錢、最關鍵嘅事。如果你都覺得呢一集有啟發，記得 like、follow、share。Miss 書下集再見啦！